有正侪年无举办的国共论坛日子是还未确定，有风声讲呢是中共不满国民党阻挡这军购条例表现，故意把这举行的时间延后。那这国民党是跳出来批评，讲把这军购和拜访中国白做伙是恶意的连结。 国共论坛开始日期一直无决定，传出北京不满南亚走动军购条例表现技术性延前，各用指控09年联合会做例，具体建议国民党提出实际做法。国民党副主席肖玉金严正反驳是黑白讲，会认真思考采取法律行动。 很快的，我们可能就会对外说明了，到时候大家就知道谁在说谎，硬把军购跟国民党访问中国大陆扯在一起，是非常恶意的恶意连结，而且意图，我真的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在选举的时候意图使人不当选啊，你意图影响今年2026年的选举。 所以国民党真的要认真思考，要采取法律动作。国民党对军购的态度到底是什么？那我觉得这现在也是他们应该要讲清楚的时候。已经到会期的最后一个礼拜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让国防这个条例复委？ 总预算增加国防军购和继续下调的调下经济下，前民进党主席关系家己讲，进前甲民进党总召郭建民见面时阵，不建议用人工形式法完军购，煞被故在引起讨论。 以科批这个快人快语的方式，其实他的意思是说，人工生殖法案代孕解禁的部分，以及在执政党他们非常在意的这个总预算案跟军购案，其实都应该要好好有讨论的空间。柯文哲骗台湾人说他支持军购，原来要拿女性的身体自主权。 拿子宫换军购，大家都不能接受。对军购特别条例下调例，国防部长郭立雄发下调野部分党派，强化自我防卫能力，愿意甲调野各党派积极沟通，希望1.75条国防特别预算条例，现赶紧付费进入实际审查的定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